今個12月嘅每一個主日，邀請你一齊踏上一個旅程，用全新嘅角度嚟睇聖誕。點解要用新角度？因為我哋要用聖經嘅眼光去睇聖誕。聖誕唔單止係節日嘅問候，唔單止係家庭嘅團聚，聖誕遠超過一個節日或者一個活動。聖誕係一個人，係神親自賜俾我哋對付人類最大需要嘅答案，亦都係呼召我哋作出最重要回應嘅時刻。東方博士需要聖誕，牧羊人需要聖誕，而好似你我嘅人都同樣需要聖誕，因為聖誕向我哋揭示咗神嘅愛同救贖計劃。你睇唔睇到我所睇嘅？喺呢個系列入面，我哋會一齊發現耶穌降生就係神向世界顯明他嘅良善同盼望嘅方式。呢個信息係俾你，亦係俾我嘅。今個聖誕，誠意邀請你嚟到山打根浸信教會，一齊聆聽神喺你生命裏面嘅計劃。